146人死亡，79人受傷。失聯名單入面已經有159人確認安全。呢個係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災截至11月30號嘅數據。11月26號嗰場大火燒毀咗7座大廈，呢個係香港近80年來最嚴重嘅火災慘劇，震動全港，牽動住億萬同胞嘅心。喺呢個悲痛嘅時刻，一方有南八方支援嘅精神得到淋漓盡致嘅展現。火災發生之後，霍家第一個站出嚟。11月27號下午，澳門霍英東基金會、香港霍英東基金會同霍英東集團聯合宣布捐3000萬港元支援宏福苑居民。霍啟剛喺社交平台發文，對遇難者、傷者、受災居民同前線救援人員表達哀悼同慰問。霍啟剛冇只發一段文字就收工，佢公開表示已經有嚟自香港、內地甚至海外嘅朋友同機構主動聯繫佢，希望為災民盡一分綿力。佢依家做嘅嘢好具體，就係整合各方資源，同相關部門保持聯絡，確保每一分善心都可以轉化為實際援助，支援到宏福苑嘅受災居民。最後一句話好直接，就係大家唔好分彼此，群策群力，陪伴宏福苑居民重建家園。呢一幕令到好多人即刻諗起霍家三代。霍英東當年支持國家建設、重大工程同體育事業，霍震霆多年深度參與體壇同公共事務，到咗霍啟剛呢代，繼續喺體育、青少年同社會議題上面衝喺前線。呢次大火令到外界再次見到呢個家族嘅延續同擔當。香港4大家族幾乎集體出手。李嘉誠基金會動作最快，金額最大，先撥出3000萬港元做緊急援助，再撥出5000萬港元做災後重建，總額8000萬港元。緊急援助解決眼前問題，重建預算就面向中長期。基金會仲通過紀律部隊專項基金，對殉職同受傷嘅消防員同相關人員提供支援，將前線群體都納入咗考慮範圍。李兆基基金會捐出3000萬港元，用於救援同過渡安置。周大福集團代表鄭裕彤家族捐出2000萬港元。信和集團同黃廷芳慈善基金捐出2000萬港元，仲喺多家酒店預留咗160間客房，為需要嘅居民提供免費臨時住宿。對好多喺火場中失去住所嘅家庭嚟講，先有一個可以住嘅地方，比數字仲要好多。香港賽馬會通過緊急援助基金撥出首批1億港元，後續會再跟進。香港公益金撥出5000萬港元，設立大埔火災援助基金。呢兩個名字對香港人嚟講好熟悉，平時大家捐款常見嘅渠道，呢次都喺前排。金融機構反應好快，匯豐同恒生聯合捐出3000萬港元，中銀香港捐款2000萬港元。仲開設咗大埔火災捐款專戶，方便市民通過正規渠道捐款。友邦香港捐出2000萬港元，同時開通咗24小時專線，為受影響客戶提供理賠同諮詢服務。渣打香港、景林資產各自捐出1000萬港元。金融業一邊捐錢，一邊用自己嘅系統開通通道同專戶，將社會零散嘅善意集中起嚟。內地企業呢次參與力度好大，馬雲公益基金會捐出3000萬港元，緊急馳援受災家庭同個人，並向冒着生命危險英勇救火嘅消防員同應急人員及其家庭提供幫助。九龍倉集團捐出3000萬港元，招商局慈善基金會捐出2000萬港元，順豐集團捐出2000萬港元，同時承擔物資運輸任務。互聯網同科技公司行動集中，字節跳動捐款1000萬港元，用於受災居民嘅緊急救援、過渡安置、生活物資補俾。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啟動首批捐款1000萬港元，用於受災居民嘅緊急救援、過渡安置、生活物資補俾及情緒疏導等急需工作。阿里巴巴、百度、小米基金會等各自捐出1000萬港元級別嘅款項。小米集團創始人雷軍喺微博發文，香港小米基金會捐贈1000萬港元，
緊急馳援香港大埔火災救援，祈願逝者安息，傷者康復，受災同胞早日渡過難關。實體企業同消費品牌陸續跟進。安踏集團宣布捐贈總額3000萬港元，包含1000萬港元現金同2000萬港元防寒裝備，用於受災同胞嘅緊急安置同過渡期基本生活保障所需。比亞迪、奇瑞等車企宣布捐款捐物，李寧、特步、波司登等體育同服裝品牌參與物資援助。海爾自家捐出1000萬港元，仲組織服務隊落場，負責災後家電檢查同維護。JNT 極兔啟動1000萬港元捐款，開通對港綠色通道。聯想香港、老鋪黃金、中國平安、泰康保險、福星國際等，亦分別拿出1000萬港元或者等值人民幣加入隊伍。零售同本地生活服務企業負責第一時間到場。京東旗下嘅香港佳寶超市係最早將物資送到現場嘅企業之一。火災當晚，首批生活物資就抵達大埔，用於應急供應。美團旗下 Kita 捐出500萬港元，用於受災居民過渡安置、生活物資補給及社區恢復。火災當日， Kita 緊急調動首批300個免費移動充電寶送抵大埔，第二批2000個充電寶同400台機櫃次日清晨亦已經放置喺安置點附近供免費使用。唔少 Kita 騎手喺完成日常訂單之後，自發前往大埔協助搬運物資。對現場居民嚟講，食嘅、飲嘅、充電、電信呢啲都係真實需求。保險行業喺呢次事件裏面亦承擔起責任。宏利為每一位居住喺宏福苑嘅客戶提供5000港元緊急支援，並設立專案團隊加速理賠。永明捐出1000萬港元，向受影響客戶及理財顧問發放5000港元緊急援助金。保險平時容易被人視為冷門話題，但災難發生之後，理賠速度同應急支援直接關係到好多家庭可唔可以撐過前幾個月。跨境公益組織同樣啟動機制。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向香港紅十字會捐出200萬元人民幣，用於火災嘅應急救援同人道救助。澳門紅十字會亦宣布參與救助，配合當地機構向香港提供支援。呢類機構嘅優勢在於流程成熟、經驗充足，能夠迅速介入安置、心理輔導等後續環節。文體同娛樂圈嘅反應直接帶動咗大量年輕群體關注。謝霆鋒同何超瓊通過風味搖滾美食節捐出500萬港元，何超蓮個人公益基金會捐出100萬港元，張柏芝捐出100萬港元，王嘉爾、甄子丹、汪蘇泷各自捐出100萬港元，陳小春同應采兒、張智霖同袁詠儀兩對夫妻各自以家庭名義捐出100萬港元。楊千嬅則將演唱會首場收益及6場周邊產品盈利捐出，用文娛收入直接轉換成援助資金。內地演藝圈嘅動作更集中，金額更清晰。韓紅愛心慈善基金會捐出1000萬元人民幣，立即啟動應急響應，用於因災受影響嘅老、弱、病、殘等弱勢群體嘅過渡安置，並將根據救災進展持續提供後續支持，切實幫助受災同胞緩解困境，重建家園。韓紅喺微博轉發公告並發文，心疼香港，祈願平安。基金會公布嘅名單入面，王一博、易烊千璽、譚松韻、林俊傑、周深各捐100萬元。成毅、侯明昊、胡歌、楊紫、朱一龍、張藝興、肖戰、華晨宇、譚建次、許海、劉宇寧亦各捐100萬元。李榮浩同楊拯琳夫婦、謝娜同張傑夫婦以及陳楚生各捐100萬元。主播李佳琦捐出100萬元，蛋蛋捐出200萬元。呢啲名字喺網絡上本身就有巨大流量，捐款信息一出，相關話題即刻衝上熱搜，帶動更多人關注大埔火災，而唔係只停留喺娛樂內容上面。韓國娛樂圈呢次亦參與救助，因為 MOMO 頒獎禮喺香港舉行，韓國幾大娛樂公司同藝人迅速表態。
HYBE 捐出5億韓元，JYP 捐出200萬港元，SM 同 YG 各自捐出100萬港元。女團 GIDLE 通過基金會捐出100萬元人民幣。韓流粉絲原本將注意力放喺頒獎禮、舞台同應援上面，呢一次討論方向明顯轉向火災同捐款。深圳嘅行動好簡單，但節奏好快。11月27號凌晨，就有深圳市民自發籌集御寒物資，準備毛毯並運往大埔火災現場附近，共計4000多條。唔少人冇複雜理由，只係講咗一句：一方有難，八方支援。深港之間嘅生活聯繫好緊密，好多人本來就日日往返，呢次跨境送物資，對佢哋嚟講只係多跑一趟。呢句話講起嚟簡單，但真正做到嘅時候，就係最樸素嘅守望相助。航空業則通過自己嘅方式表達哀悼同支援。香港國際機場、國泰航空、香港航空、香港快運、大灣區航空等，將官網頁面統一調為黑白，以此悼念罹難者。香港航空捐出1000萬港元，並開通救援物資綠色通道，安排航班運送保暖物資，盡量壓縮運輸時間。截至11月30號，各類公開渠道統計嘅捐款總額已經超過12億港元，數字仲繼續增加。各地機構同個人仍然喺加入，同時至少有30多個國家和地區向香港表達慰問，包括各類機構同國際組織。喺所有數字之外，仲有一個名字必須被記住，就係何偉豪。呢名37歲嘅消防員喺救援過程中殉職，佢係呢場火災中最典型嘅一類人。喺別人往下跑嘅時候，佢往上衝。確認佢因公殉職之後，唔少香港市民自發獻花、留言，簡單幾句話，核心只有一個意思，就係記住佢。喺救援同安置過程中，基層力量展現出驚人嘅凝聚力。從全港各區趕嚟嘅市民排起長隊，準備加入義工工作。即便被告知人手充足，大家亦唔願離開。大埔關愛隊隊員林奕權一直喺庇護中心忙碌。佢嘅筆記本上面密密麻麻記住咗居民嘅需求。張婆婆要降壓藥，陳先生需要毛毯。大埔區區議員李世燕一直忙於協調物資同安撫居民。佢講：剛才發現庇護中心缺嬰兒奶粉，我喺社團群裏面一提，大家一呼百應，很快就有人送嚟啦。佢指着整齊堆放嘅物資講：只要大家心往一處想，冇跨唔過嘅坎。香港有一種無形嘅力量，團結又有愛，一遇到困難，大家就會一齊上。多個傳媒機構，包括4家免費電視台、本地廣播電台、電子傳媒香港01等，將網頁或者台徽轉為灰階悼念逝者。星島日報等香港報章27日起頭版公司標誌轉為灰階。香港本地嘅地面免費電視頻道無線電視翡翠台及 Wild 於11月26號至28號調整原定節目編排，增加新聞節目播映時數，以報道火災消息。原定於11月29號晚喺翡翠台播映嘅東華三院慈善晚會歡樂滿東華改名為善心滿東華，專門為宏福苑受災住戶籌款。11月29號至12月1號，香港所有建築物及設施嘅國旗及區旗下半旗致哀。所有由特區舉辦及資助舉行嘅娛樂及慶祝活動，按情況取消或者延期。呢場火打散咗好多家庭，但同時令到所有人見到咗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嘅精神。當災難發生嘅時候，香港內部嘅資本、機構、市民喺行動，內地嘅企業、普通城市喺行動，海外機構同華人社群喺行動。從霍啟剛到普通市民，從億萬富豪到街頭義工，從大企業到小騎手，所有人都用自己嘅方式參與呢場救援。有人質疑捐款金額，有人質疑捐款動機，呢啲討論會一直存在。但對宏福苑嘅居民嚟講，眼下面最現實嘅問題係有冇地方住，有冇錢維持生活，有冇人陪佢哋走完重建呢段路。資金、物資、服務同陪伴，能夠多一份就多一份。
宏福苑嘅居民要完全走出呢場災難，需要好長一段時間。呢幾日係第一步，止血、安置、統計。接下來仲有結構檢測、重建計劃、生活重組同心理照顧。呢啲都唔係一兩次捐款就可以解決嘅，後面仲考驗社會長期跟進嘅能力。對普通人嚟講，可能做唔到捐出幾百萬、幾千萬，亦唔一定能夠親自到現場。但起碼可以做3件事：第一，唔好傳播未經證實嘅謠言，令到一線救援同災民少受2次傷害；第二，關注正規渠道嘅捐款同支援信息，喺能力範圍內做點嘢；第三，令到呢起火災留喺記憶裏面，唔好過幾日熱度一過就全部忘記。相信喺社會各界嘅共同努力下，宏福苑嘅居民們一定能夠早日走出陰霾，重建美好家園。大家唔好分彼此，群策群力，陪伴佢哋渡過難關。香港加油，宏福苑嘅居民加油！